唔需要mask 同 snorkel 啦。我個人建議係應該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超短潛水日記。今個禮拜咧，我哋會講新手嘅潛水員去學 O 仔學潛水嘅時候咧，有冇裝備係要自己準備嘅？現實啲講，唔需要，因為你嘅俾嘅學費已經包咗你嘅裝備租賃，包埋晒你所有嘅潛水裝備㗎啦。咁但係實際啲講啦，其實為一個人衞生嚟睇啦，同埋有時講下適唔適合啦。mask 同 snorkel 啦，我個人建議係應該自己買嘅。點解會咁講咧？第一件事 mask 咧，有啲朋友仔咧，好似我咁咧，我要揀 mask 嘅，唔係個個 mask 好帶到嘅。咁我買 mask 咧，我可能試10副先至有機會中一副有啱我面型嘅。咁而最重要嘅考慮咧，其實唔係話適唔適合啦，都已經其實講緊衞生問題。因為如果大家出去真係用租嘅裝備咧，我唔知有幾多人用過啦啲 mask 同 snorkel。咁口水鼻涕就大家都會噴落去㗎啦，冇辦法避免嘅。就算我自己個 mask 或者個 snorkel 我都會噴啦，唔會呃大家啦，呢個係正常嘅。咁所以大家可想而知有幾乾淨啦。呢個自己去諗啦，咁然後咧就再講啦。傳統嘅 fin， 咁如果講緊 open heel 嘅 fin 咧，其實要着 boot 嘅，咁所以都建議大家其實買對潛水嘅 boot 啦。咁點解咧？因為其實潛水 boot 有幾個好處，第一就係如果喺隻船上面可以着鞋嘅，其實唔着拖鞋着對 boot 咧，其實係安全啲啦，同埋防線嘅都基本上有少少防線啦。咁另外就係話咧，因為着 fin 嘅時候咧，以前咧就係open heel 咧個 spring 好大力嘅，咁所以着對 boot 咧，再套落個 fin 度咧，然後再拉埋個，然後用個彈弓帶咧去收緊咧，咁其實就會比較舒適啲嘅。咁但係近年咧出現咗咧Scuba Pro 咧，咁就出咗隻 Go Sport Fin 咧，佢嗰個彈弓帶比較軟身，成個膠都軟身啲嘅，咁所以係可以容許赤腳唔使着 boot 嘅情況下咧，去着嗰對 open heel 嘅 fin 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最基礎咧，我都只係建議大家買 mask 同 snorkel 先嘅。至於其他裝備咧，未必需要嘅。如果大家真係好驚嘅 wetsuit 可以買嘅，但係 wetsuit 咧下一期再講。咁啊，今日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咁啊，IG、Facebook 同埋 YouTube 會繼續出片嘅，拜拜。